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香港註冊會計 Coco 啊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啲咩咧？我收到好多客戶問題就係話，喂 Coco，開銀行開公司係咪一定係一條龍㗎？我可唔可以咧當係一個 package 咁打包俾我啊？開公司咧其實就冇難度嘅。我基本上4個鐘頭就可以幫你開到一間有限公司出嚟啦，你就已經有商業登記證啊、CI 啊，你就開始可以營運你嘅公司。但係開銀行戶口咧，我確實覺得咧係有啲難度嘅，因為咧而家開香港銀行戶口咧越嚟越困難啊。點解咧？因為銀行都怕俾金管局罰啊嘛。如果佢哋冇做好一個盡職審查嘅話，開個戶口俾你，咁啲客人唔覺意將啲錢唔知流咗去邊度嘅話，咁佢哋就會俾人罰錢㗎啦。咁啲人就會問啦，咁其實係咪開唔到咧？完全？咁我又覺得唔係嘅。其實開銀行戶口咧，係只要你能夠咧fulfill 到銀行嘅要求啦，咁你就可以開到噶啦。咁咩叫做銀行嘅要求啊？其實一啲都唔難嘅喎。坊間可能咧有啲代理啊、會計師樓咧會收你一啲錢咧去開銀行戶口。咁我 Coco 就話俾你聽咧，其實嗰啲只不過係幫你準備文件嘅啫。又或者咧有啲客咧同我講喎，我聽到出邊同人講話幾多千蚊就可以開某大獅子銀行嘅戶口包開嘅。咁我呢個我有質疑嘅。我唔做嘅嘢就唔代表人哋做唔到嘅。咁不過咧我就想講，香港都係一個廉潔嘅城市嚟嘅。咁所以咧就你諗住使錢去開個銀行戶口，其實就係應該唔得嘅。可以都幾負責任咁話俾大家聽。咁你話咁點算啊？咁你淨係幫我開公司唔開戶口，咁我點樣做生意咧？其實好簡單，你想開個戶口咧，首先你要有業務證明。乜嘢叫做業務證明咧？咁你又唔好話指下自己個鼻咧，就話喂，我做貿易嘅喎，我就想開咯。咁你唔開俾我，咁我邊度有得做生意啫？咁啊講咩業務證明咧？我亦都可以講啲小 tips 俾你聽，點樣叫做為之一個業務證明咧？香港人有好幾間銀行咧都可以咧，好簡單咁樣開到一個銀行戶口，但係只能夠收香港嘅錢啦嚇，就唔可以高步咁樣收錢，但係都叫做有得用住先啦。咁如果海外嘅人咧，尤其是國內嘅人士，因為咧太多咧銀行覺得有高風險啊，高風險佢哋自然就唔想開。咁我哋點樣可以符合銀行嘅要求咧？其實就公司喺香港有冇一個辦公室啦，我講緊唔係掛靠一啲商務中心嘅地址喎，係有冇租約嘅辦公室啦，有冇電話啦，有冇請人啦，等等啦。第二就係你有冇業務啦，實質嘅業務證明啦。咩叫業務證明啊？我要做貿易，銀行就會問你，咁你想做啲咩貿易啊？賣鞋、賣衫、賣尿片，咁你想做邊樣啊？咁跟住好啦，你講咗你個貿易嗰個項目出嚟之後，銀行就會繼續問你啦，邊個係你嘅買家，邊個係你嘅賣家啦。從中就要睇下你會唔會同一啲高風險嘅國家咧合作。Let's say 我同中國入貨，跟住就賣翻去美國、加拿大，甚至乎係其他國家嘅。咁有冇相關嘅合同啦？咁你點樣賣啦？如果你話你網購嘅話，可能佢就會叫你俾個網站佢睇啦。如果你電商嘅，佢就會問你背靠邊個平台啦，即係淘東啊，你都要提出實質嘅證據去話俾銀行聽，我真係營運中嘅，而唔係咧我係指下個鼻話你唔好理我啊，我而家貿易，我諗到做咩你先至做啦。如果唔係我冇戶口做咩啊？呢個時代已經過咗噶啦，好多客戶開戶都仲係有困難咧。可能間會計公司或者代理公司冇好有經驗話俾佢知，究竟應該要點樣去開銀行戶口。好多時嗰個合規，銀行要啲乜嘢，你哋做唔做到咧？銀行你咪剔格仔咯，佢要你個住址證明、業務證明、註冊地址，都係會影響到咧銀行批唔批一個戶口俾你。咁當然啦，呢啲問題如果你有需要嘅話，你隨時可以揾我。究竟咧有啲咩小竅門嘅？因為而家金管局咧規定都比較嚴格，如果銀行咧冇盡好嘅把關責任咧，佢哋都會俾金管局罰。咁你話銀行係咪唔做生意啊？點會啫？你咪去匯豐啊、恒生啊、渣打啊、Citibank 啊，任何一間分行去睇下，你個商業理財嗰個服務嗰一層全部都排滿晒隊。咁點解會咁多人喺裏面咧？就佢哋啲客戶嚟噶嘛。你話佢唔做生意點得啊？銀行都係一個商業機構嚟噶嘛。甚至乎你而家睇下
預約咁都最少係2星期先至預約到啦嚇。點解要2星期以上啊？因為好多人想開戶咯，證實到香港銀行仲係需要新生意嘅，都係 welcome 所有新公司去開戶嘅。但係開唔到嘅原因出邊咧眾說紛紜啦嚇，又話驚資金流向嘅問題啊、政治因素啊、各樣那樣咧。其實都唔係嘅，開唔到戶口就因為咧冇揾對人，冇揾一個專業嘅人士去幫你做。咁樣講，我諗大家都明白啦。咁如果有咩問題關於開戶有困難嘅話，亦都係歡迎你過嚟揾我啦。我可以好有責任咁話俾你哋知，喺我名下介紹得去銀行嗰度開戶嘅話咧，都係100%開到戶口。當然啦，你嚟揾我嗰陣時，我已經要睇咗你公司業務狀況，話到俾你聽，你間公司開唔開到銀行戶口喎？如果開唔到嘅，我就會如實咁話俾你聽，開唔到。開到嘅，我都會盡量協助。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大家再見，拜拜。